新手入場想買 Pokemon 卡，究竟有邊啲 IP 咧係比較保值，又或者增值嘅潛力比較高嘅咧？其實有4個嘅。第一個就係比卡超啦。如果你揀到一啲比卡超同唔同嘅角色去做 crossover 嘅，哇，嗰啲潛力更加高啊！最好係泡泡卡啦。第二就係噴火龍啦，噴火龍咧就係老二嚟嘅喎。其實去到每一個代數咧都係有噴火龍嘅出現嘅喎。第三咧就係耿鬼啦。第四就係莉莉亞啦。所以咧呢4種 IP 嘅卡咧都會考慮跌入珍藏咧係升值能力比較高嘅卡嚟㗎。咁如果新手入場買股票，我會揀邊隻股票咧？就係823嘅領展啊。點解咧？因為呢隻股票進可攻退可守，喺2025年嘅高位咧大概40蚊，而今日嘅價位咧大概36蚊。如果你可以見到佢先翻上一個升幅嘅話咧，潛在回報都有10%喎。但係咧，你知道股票呢樣嘢咧有機會跌㗎嘛？如果你長期持有咧，係唔需要太擔心㗎，因為只要你長期持有，佢每一年嘅年利率咧都有7%以上喎。如果喺一個股價36蚊嘅狀態，如果佢跌嘅話，咁我咪收利息出嚟咯。如果你而家做個定期都係2至3年咧，咁呢個息差咧係非常之大嘅。基於呢個息差嘅問題，香港咧係會進入一個減息週期嘅話咧，股價升嘅潛力亦都會好高㗎。如果你從來都冇投資經驗，你又想去學投資喎，你會揀股票先啦，定係 Pokemon 卡先咧？留言話我聽啦。